他所有话咱带领咱所行所讲的事，伊就会带来到新的眼光和未来。咱会当真实活出上帝所赐予咱每一个人无共款的价值，而且咱会当伫遐来享受甲人、甲上帝同共的快乐。这嘛是一段互咱不断咧学习的旅程。伫马太的经读内，嘛爱带着玛利亚拥抱上帝的心，社会来感受着上帝的爱。咱新的圣经学院嘛咧提供咱亲像玛利亚安息日主前灵修的所在，伊嘛提供咱亲像马太咧服侍耶稣所需要的物。圣经学院有开真济无同款的课程，伊的讲师嘛会因为教会无同款的需要，嘛提供所需要的本地啊个资源。因伫灵修活动的方面，嘛提供真济无同款的课程的设计，因为啊个有利用艺术的方式、用画图的方式来帮助人。伊会当来帮助咱个人，也是咱的团体，也是教会团体之外，伫圣经学院即个优美的环境的内底，会当透过无同款的上帝的操练，令咱去亲近、去超越甲上帝、甲人、甲家己是当大自然的关系。互兄弟姊妹会当伫无停的生活中，会当关顾家己身心灵的需要，嘛会了提升着脱散的品质啊个品质，会当互大小小的人拢看着喜乐心，将上帝互咱的祝福分享并较侪人。接下来时间，咱先做伙来看一段影片，是圣经嘛？没有不行，直接怎么转过去？直接转过去。我怎么转？直接转。不是吗？没有，没有。我觉得是，再次转，再次转，再次转。啊，再次转，停止转。听着算有不会就，可是我觉得不是从有问题，我觉得这边会不会这边设置的问题？你停止啊！我又开始了，因为我们这边我们自己都没在动了呀，还是关掉？应该是搞，对啊，可以。我们只要不要停止直播就好。这样算有要重新设，你看到，没有关掉。提供信徒灵性的操练，通过艺术变换人的生活。伫教会服务的时阵，会当运用咱的目睭来看，协助当地学习自我的觉察，提升灵性素养，互咱体会上充实。咱也会对教会规律、历史会、历史会，要有勇气的分配。他们有。咱行这第一本书，基督的现实跟经验分析，现在咱们加最上一代的状况，加做本号推荐，慢慢祝福，永恒的传达。这几年来，现在还是时代的中心，完全就是不能随着见到的健康这些都咱有真侪无相关的问题，而且咱进入多元的分类信用的难单，防范的咱嘛当举办国际性的活动。将已经10年外不使用的语言改做多方言活动中心，也
今年拄啊好总会年会需要，咱就提供一个适合的会议场所，互咱的议员通过来使用。上重要的是着需要大家关心。对5月到7月，因为气象影响，咱生办真侪活动，咱收入减少300万。新学期的课题，请听做家庭性的学期的网页，也是秘书，他必定上新的消息。针对中级信度的能量培育，提供无相关的课程，由年度暑假研讨会指导训练会员会长。咱学年有真侪已经超过50年的教授宿舍，期待伫将来通收录。2021年，经常会需要8750万。虽然学年甲教会诚济，拢受到疫情病毒影响，咱做伙着祈祷表来倒，无论是顺利还是困难，继续用信命做见证。请恁为圣经的年来倒甲环境，愿意继续努力侍奉，愿主祝福大家，感谢主，感谢恁。一个人家己行，会当行到前边；搁一群同心的人做伙行，会当行到。上帝大使命是互咱每一个人同了，透过无同款的方式，将听传出去，嘛回应主的目的。邀请大家会当继续为着圣经学院关心祷告较到奉献。每一个同行的脚步，拢是咱做伙行伫塑造信仰信仰的路上。咱忠实当主当行，将咱的心放伫耶稣的脚前，互耶稣来使用。来，大家来祈祷。赐福满满上帝，感谢你的疼爱，互阮的生活受到真侪挑战的时，有你的陪伴，互阮坚强。感谢你的温柔，当阮伫生命中拄着真侪痛苦的时，有你的安慰，互阮勇敢。感谢你的过咱，当阮咧面对无用真侪代志所带落来的影响的时，有你的鼓励，互阮勇往。求你家己天阮有对你来的智慧，直至会当学习你的话语，咱分别伫世界中的价值。嘛求你加添阮有对你来听，学习着无同款的方式来关心身边的家人姊妹。嘛求你加添阮有对你来的希望甲平安，会当时时来思想你的旨意，将阮的心放到你的脚前，透过灵修甲服侍来亲近你。阮将一切交托伫你的手中，愿满有盼望的上帝，互阮伫你的话语中得到稳定甲盼望，坚定对你走。愿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的名来求。阿门。三天来一起回应上帝的话，先期500种手，500种手，请起立。
愈来愈严重，真正是需要咱大家来
疫苗来治疗，因伫世界中真侪所在都无疫苗方法通做，而且咱台湾虽然讲顶摆有真侪疫苗来台湾，但是嘛是无够样，咱讲就做来帮咱，厂商会当赶紧将疫苗做好，互世界所有人会当对疫苗来无受到疫情的影响。第二点，咱为着宣教师来祈祷，咱知影今仔日受到疫情的影响，有真侪国家因为有疫情严重，无免互宣教师入去因的国家，并且有的国家是利用这个状况来阻挡福音入因的国来迎来宣教，并且是需要咱的祈祷，用这个黑暗来离开这个国家。第三，咱为着教会建堂来辛苦来祈祷，阮有主来引导教会，互咱有意向知影安怎来建堂，安怎会当用教会来荣耀上帝的名。第四点，咱为着带领的肢体来祈祷，咱为着国务师邱玉姐甲俊章兄来祈祷。六点，咱为着艺术来疗养的兄弟姊妹来祈祷。雨婷姐、应轩姐、玉莲姐、钟贵兄、庆儿兄、秀恩姐、泽雄兄、张老师、一航姐、依兰姐、明子姐、盛渊兄、张妈妈、龚怡姐、谭吉荣优乐、黄秀姐、怡怡姐妹、廖胡素梅姐、桂芳姐、志金姐、志金兄、林梨姐、顾敏姐、阿九姐、郭婉香、高龙香、六中兄、李雀姐跟嘉儿姐，咱三个阿头的祈祷。向台湾的天气，由你显明你的慈悲甲怜悯，互伫繁忙中的世界会当看见，对你大个盼望，佮由你来恢复这个受到疫情苦恼的世界，互伫绝望中的百姓会当得到医治，愿你实行你大爱拯救，并且恳求你，互世界会当看你成功，有传你福音的人。愿意离开黑暗，建立光明。愿你亲手引带你所差遣的感动，除去一切阻挡宣告的阻挡，互世间人会当领受到你迄搁真搁活的福音。我嘛为着教会中病痛的肢体，愿主你是阮医治，减轻因的病痛，扶持因的家庭。虽然拄着患难，但是主。你的主爱是跨过这一切，你的恩典永远无离开你所听的听你。阮将阮所祈祷的一切摆列伫你的面前，拢是靠主圣名所求。阿门。千期第18首，千期第18首，洗刷加入还有主题的加列。离开他的同在，我论地下所在，万物所有的心情的爱。
上帝会行做换过阮一切所求所想的，就是照伊所预定伫阮的法定，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，因讲归伊到万世，代代无煞。阿门。可是他外语版的 YouTube 不是很正常，连着到后来可以看到后。那我两个啊，不是我两组啊，一个外是就是那一届的外派，另外的外派是我的外派，所以两个都是外对外的地方，才是这样。可是他是这个他有问题。这个不是把它擦吗？哎，对啊，这个不是把它擦。哦，对，那像现在就是这种，那但是我们对啊，现在才这不是先停止。